部地区的沿海有机会出现10级左右的强阵风，市区的部分可能受到一些地形的屏障，风力可能稍微弱一点。但是有一个地方就是中南部沿海地区的地方，也有可能出现9到10级的强阵风。咱拄仔听到的是气象局上新针对利基马风台的预报。即马利基马风台同款也是强烈风台，咱台湾中地北部拢会受到影响。目前暴风圈已经伫今日透早吸到咱台湾的陆地。咱来看分图，气象局即马是继续针对19个县市发布大水豪特报。今日是利基马风台影响咱台湾上严重的时，北台湾今日规天一定拢爱注意强风大雨。按说明仔载透早。风台就会离开咱台湾，也毋过风台走了后，即马换中南部的乡亲爱注意，会去扫到风台尾，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也阁有一寡外岛的所在，一定爱注意大水雨。风台来啊，家庭主妇上惊就是菜起价，若农民上惊就是种的心血乌有去，所以分林的农民昨昏有人就赶紧抢收，避免损害。趁透早天气好，昆田农民拢赶紧来抢收蔬菜。因表示，这旱季箱啊，拢是种伫外口，即马都要趁着好，也未来种钱，会当收偌济算偌济。无风台若到，风雨真大，恐惊就无法度收成咯。都水若淹去都卖收安尼尔啦。若无淹去，就是咱的福气，咱的收安尼啦。阮这拢靠天食饭的啦。西里果菜市场表示，真实战连续落雨，蔬菜供应量有减少。共即摆强烈风台利奇马，产地菜农赶紧抢收，要减少损失。初一西里果菜市场总成交量有815吨，比前一天佮加60吨。按个平均每公斤菜价是起2块，即马每公斤差不多32块。大宗蔬菜啊，就是山上高丽菜哈，微幅上涨2块半。高新白菜也是一样，那叶菜类也差不多都是微幅上涨2块半左右。西里果菜市场表示，受到风台以及心态影响，这几天市场蔬菜交易总量增加，价钱嘛有淡薄起。不过目前整体菜价各算稳定，未来菜价则是要观察利奇马风台对蔬菜产地所造成影响才会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利基马风台内，北台湾影响上界大，嘉南甲宜兰拢是警戒范围。雨水是南桥南米路，海影嘛有变大。渔船啊，即马拢已经驶转来港口闪风台。宜兰的东湾节今仔日嘛，关起来休一天。数十只渔船啊，游艇排伫嘉南北岛渔港，因为强烈风台利奇马来势真强，船主已经做好准备，提前一天进港避风，用水保安。这边港内船只不多，还不会发生所碰撞的问题，防止说漂流木去打到船。危险啊！就惊民众到海边看海影，海巡人员出动巡逻，果然发现有钓客伫江边钓鱼啊，赶紧抗议离开。鱼市场虽然正常营业，却无什么游客。你起码毕竟台湾、嘉南、宜兰拢发布了陆上风台警报、八号预报开始出现一阵大雨，风影也愈来愈大。原本是冲浪胜利的宜兰乌石港，因为强台利奇马逐步逼近，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拉起封锁线，大浪不断打上岸边，提醒民众千万不要靠近。趁着雨势还未增强，国军下晡到二节间海保装线包，要提供予较低地区的居民，防止雨水灌进厝内。目前只针对这个五节乡有兵力申请，那后续如果有其他的乡镇有提出的话，我们也会依这个兵力合派的标准来做这个分配。不止海岸边加强戒备，依然东湾节8号主办单位决定下晡5点就休困，启动防台措施，将水门关起来。用叉扣将大门算好，再用铁腿啊加强固定。宜兰县政府加风台破坏管护建筑。架了这个以后，它整个那个门扇的部分不会因为强风，然后整个摇晃，导致整个门扇的损坏。伫市区火车站头前的几米公园，县府派出怪手将飞天火车装置艺术先摕落来。县府也讲，每一摆听甲装拢需要差不多是开10万，不过为了安全是必要防范。随着风台接近，宜兰当地是真细致做好防台准备。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向前，咱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中国对新疆实施大规模的监控。美国有媒体报讲，中国广东有公安伫咧某一个客运站检查乘客的身份证，检查到准煞，竟然还阁要收人的喙烂，这是引起质疑。来看《苹果日报》，时代力量的立委高卢勇，洪指控伊的助理利用职务去申请补助，以后时代力量除名，也过昨昏又出面自称，希望会使给机会来说明。不过呢，时代力量无答应，所以伊即马不分区立委的业已经请台大教授郑秀玲来补。来看《联合报》。交通部观光局讨办做国内旅游的旅行社，资本额150万就会当开公司。也毋过地方政府也是反映讲150万也是伤悬啊，所以观光局即马决定改做120万就会使，上紧年底要实施。另外，行政院是确定讲，自明年开始，电动机车的补助按1万块降到7000块，加上环保署嘛要取消买新车有3000块的补助，业者即马就较烦恼，补助一捆头减6000块，销路会受到影响。国内市占率上悬，电动车大厂各路都关有高。今年国内电动车销量会冲破15万台，创下历史新高。不过，得到行政院宣布，对明年开始要将每一台1万块的补助降至7000块，但是若是使用国产电池车款，会当阁增加补助3000。明年的话，就是电动机车的补助是改成7000块，然后另外如果这个电动机车是使用国产电池芯的话，就再加码3000块，就是总共是补助1万块这样子。经济部工业局从1万变7000，环保署的新购从今年有3000到明年没有新购补助，所以两个加起来总共会少6000块的补助。预见明年因为补助少6000块，我们认为这个成长的动能应该会放缓。电动车业者烦恼讲，减少补助款恐惊冲击到明年电动车的市场。经济部工业局强调，今年电动车补助搁再追加超过11亿的补助经费。若是每年换买电动车补助经费较减少，但是嘛是有7000块的补助。未来电动机车补助无排除一档一档调降，但是经济部提出机车产业升级转型辅导方案，会辅导1万间传统机车行转型。课程的部分，我们会请各个车厂出来承担这样的讲师的业务。我们会接下来像那个专业辅导的部分，我们就要看这张证书，因为你如果没有拿到这张初阶的，你就不要去进入到下一阶比较专业的。我们的技术我们会比 GoGo 差多大？因为技术层面我们也学很多啊，然后也是要有零件做更换才有办法啊。因为东西你坏掉，就要是零件的供应，它的东西只要锁住不外放，等于是你要强迫中奖加入那些系统啊。传统车行头家表示，电动车是未来趋势，其实拢有在上课。但是问题是，电动车的材料嘛是掌握伫品牌业者的手头。若是业者不爱开放，就算技术够安那好，叫无料，恐惊嘛无法度维修。电动车维修市场是看会到，煞接袂到。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环保署是公告讲，针对用一摆就拼掉的免洗餐具禁止使用的范围，要过来扩大。卡数伫咧百货公司、大卖场的美食街，也是卖食的所在。伫遐食的时，店头袂使阁提供任何免洗餐具。若当时要实施，会是交予地方政府做决定。因应全球减塑趋势，环保署伫咧推动塑胶速供禁令了后，搁再推出一改性餐具的减量措施，修正免洗餐具限制使用对象和实施方式。除了政府部门和学校之外，新增加百货业、购物中心、量贩店的餐饮场所，袂当提供来用消费者各种材质的免洗餐具。百货公司、购物中心跟量贩店业，它在内用的时候也不可以使用各类的免洗餐具。包含它的空间规划，它的相关的这个清洗的设施，它可能需要时间，所以他们可能要先跟这些业者做一些沟通了解，才能够确定他们的一个实施的期程，再来提报给我们。环保署表示，碗盘、刀啊、签啊、汤匙啊等等各种材质的免洗餐具拢包括在内。有过全台湾有330间业者受到影响，各地方政府会当依照各地情形提报实施的时间。目前以大都来看，台北市表达意愿，但是嘛，阁爱调开公听会演上，无明确实施的时间表。
中央是提供了一个法源依据，但是我们也很期待未来中央可以订定一致的施行的日期，让各个地方政府也可以一致的遵循。不论是量贩店或者是连锁便利商店，其实内用区域是一直在扩大，也使用了非常多的一次性餐具还有饮料杯。那我们觉得业者可以更积极的跟进。环保团体对新规定表达支持，但是嘛希望会当将连锁便利商店纳入规范，并且制定明确的实施日期。同时嘛期待其他的餐饮业者嘛当家己将内用的餐具改做是会当中和清洗的类型，响应环保。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中市大溪旧10个步道，其中1号甲3号的步道经过黄绳仔河，也有西北河直直南规个放弃。地基嘛互挖空，其中3号步道修理起来应该有困难啊，所以可能爱重新规划路线。台中市政府就爱乡亲，假使有去爬山的时发现问题，一定爱赶紧通报。台中市防空所警官伫大溪1号步道查看毁损的情形，部分路基已经流失，要护原恐惊有难度。这边原本都是我们的那个路基的支架，对，整个都翻起来，这个也是啊，这是我们的路基。整个它推下来之后，整个翻掉这样子。1号步道还有其他的问题，未来若是遇到大水后，恐惊有水路阻断的风险。第3号站房步道的部分，用要规个路基流失，就算修好，恐惊嘛是有危险。台中市大溪总共有10条步道是民众登山休闲活动的所在，其中1号至5号步道大部分伫林班地也是保安林地内面。这间的毁损，台中市风管所指出，主要是大自然的破坏力上大。去用改道或是做这个园艺用吊桥的一个方式来做处理，所以在林线上面呢，其实免不了都会受到一些天候跟豪雨的一些影响。目前大溪1号步道边坡崩塌，南投林管处会透过紧急河道清理，避免塌沙威胁到主道的安全。3号步道当时林管处评估地形伤険，修复困难，未来有可能另外找路线。目前新专线封闭，登山的民众表示，修复若是成本伤悬，应该以维护大众的路线为优先。路基挡堵墙必须要加强，那当然势必要花很多的钱。那以投资报酬率来讲，我觉得以政府的目前现有的资源，要投入那里来讲，我觉得不适宜。为着要让登山客爬得安全，台中市管理局透过2000万的灾害准备金，针对10条登山步道分配进行修缮，卖伫各登山入口处采封闭告示，请山友莫硬要入去，以免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的五股本寿山因为较早拢无咧管理，而且占用国家地，工厂乱起，这款情形已经超过20冬啊。市长侯友宜昨昏带队要去拆，有业者就批评政府无人性，顶礼拜通知就随来拆。怪手甲违章铁档拆掉，泡面落落来，四界蒙烟散布。新北市五股本寿山游行甲货柜仓库占用国有地，早起伫新北市长侯友宜带队去用中正拆掉。因为五股垃圾山长期在都市计划迟迟没有核定，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乘，就用五股垃圾山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环境去做藏污纳库。五股本寿山伫国道1号附近，早期是农业区，落尾变做风水边缘二级管理区。民国80年，因为工业发展，违章工厂拢来遮，佮加上政府无伫管理，变做违章住落20年以上。新北市环保局指出，五股山干那地主名册就超过1000外个，占用面积超过100公顷。过去历任的一个县市首长，并不像这一次那个侯市长，他有非常强的决心跟魄力，想要来整顿这整个环境，对这些那个占用国有土地的业者进行强制的一个执法。不过违章业者看到一身的心血拢去了，有人当场伫遐骂好，因为初5摆伊收到拆掉的通知，原本定伫咧下晡要甲物件搬走，不过想袂到初8早起就去用强制执法。5号才抽到通知而已呢，今天才几号？8号才3天，我去哪里找地方？你要拆拢无要紧，你若比赛分只要比完吼，你免拆，我家己我就拆啦。咱分只拄啊，我会阁用嘛。对，这钱要是贵拢当买的啊，对，咱无我做工啊人。结果的是，你来我拆就拆，拆甲伤过没有人性啦。业者真无奈表示，伊嘛是对台湾经济有贡献的一群人，政府讲拆就拆，真正是伤无天良。新北市政府回应讲，占用国有地就是违法，若是真正有心要改善的业者，政府会辅导因来申请变做合法的工厂，未来会甲五股本寿山立比化，要来做大台北地区重要的公园。记者综合报道。
那台南市政府的环保局因是去稽查台南新营一间沙石仔场，发现内底是臭毛毛，因为有洗车的垃圾水，验过这间工厂也无处理垃圾水的牌，所以爱罚款，上悬爱罚300万。台南市环保局稽查人员加入去新营一间土石堆矿场，唔但闻到臭汞汞的味，现场嘛看到流落来洗车废水，环保局人员嘛出水采样。环保局最近接到社群网站反映，台南新营地区有臭味公害事件。经过稽查人员主动巡查，锁定一间土石堆矿场。初六稽查人员入去土石场，发现因无经过温准，就甲洗车废水流落来。初步判定有可能是因为有机性底泥造成的臭味。除了现场要求业者停止作业以外，嘛要求还未得到许可证前，袂使有类似的行为。那现场有发现好像是有机性的底泥。有臭味存在，所以要求业者停止作业，避免下雨天造成2次公害，违反水务法第20条，最高处罚新台币300万元的罚款。台南市环保局强调讲，最近3个月针对新营甲鹿龙区已经处罚空气污染防治11件，罚607200块。另外，照废弃物清理法罚6件，罚金3万6。而且嘛要呼吁民众，若是发现工厂有排放空污，也是产生臭味的情形，要通报环保局，做伙保护清气的空气。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香港。香港反送中示威今日下晡1点，又搁有新的行动，因要伫咧香港机场小连续3天发起万人接机，去影响机场的出入。香港机场毛讲，这3天机场出入拢会做管制，所以若准乡亲有要去香港，一定要特别注意。300日后，香港各地继续示威，初9到11，也就这礼拜5到礼拜日，香港机场会以万人接机，香港欢迎你做主题，招网友民众来到1楼入境大厅，讲歪冲击、歪破坏、歪入境区，并表示未向警方提出申请。初8，警方也伫记者会提醒香港人嘅旅客都要特別注意這言行。機場係一個人流密集嘅地方，雖然過去機場嘅集會咧都係比較和平，但係過去1個星期咧示威嘅暴力行為咧已經越趨激烈同埋廣散啦。因應萬人接機，香港機關局指出，初9到11 3天，早時6點到半暝，出境大廳會實施管制，交摕有效機票。24點鐘內離港登記證嘅人，甲機場員工會當出入。另外，伫網絡有風聲，香港入境事務處要求台灣人離開香港，港府特別駁回唔是真嘅，強調入境處會照常辦理，連外地到香港嘅入境申請。目前，攏總有22個國家對香港發出旅遊警 REST。大部分和平，暗個部分變做暴力衝突，呼籲美國人去香港要特別細膩。港府初8有另外一場記者會，定調反送中衝突影響經濟。旅遊方面，為7月中以來香港旅客連續幾禮拜攏減少，這個月初減少30%以上多。若這禮拜6甲禮拜日，警方已經接到真濟活動通知，各地星期初10有新界大埔遊行，11有港島東甲深水埗2場遊行。另外，向關閉2天，浸在學生會會長彭仲賢，初8暗時6點向無條件釋放。根據立場新聞了解，是未接受警察的交保條件，得到自由了後，人佢哋發燒，有去看醫生。初9下晡會召開記者會說明。彭仲賢是喺初6要關車畢了後，喺深水埗向警方搬查，以涉嫌有藏攻擊武器逮捕。目前暫時無強起訴任何罪名，不過警方保留追究權利。初8放人進前，無法召開記者會，強調專案各地調查。浸大學生會指出，警方初8不提搜查令，到伊大所在搜查。記者綜合報道。另外，美國嘅政府要掠非法移民，所以執法人員昨昏就向去查密西西比7間農產品嘅工廠，冇掠到700個非法移民。美國移民甲海關執法局 ICE 拜三推示密西西比州7間農產品工廠，逮捕將近700位非法做工的無籍移民。這寡勞工被要求出示身份文件，有一寡被人超身軀，有一寡是雙手被尼龍索綁起來。
ICE 发表声明表示，因拢总拘捕大约680位非法做工的渔民，并且扣押相关业务记录，作为联邦犯罪调查的一部分。ICE 无特别指出即款非法渔民来自倒位，也毋过无细估领事馆已经派员前往协助家己国家民众。And they're going to take people out, and they're going to bring them back to their countries, or they're going to take criminals out, put them in prison, or put them in prison in the countries they came from. We're focused on criminals as much as we can. 美国总统川普顶个月才宣布 ，ICE 将强力扫荡非法移民，遭到民主党执政的首长小吉抵制，呼吁地方执法部门会当唔免配合 ICE。I do know this is not about the security of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and it's not about enforcing the law. This is a political act by this president. He has politicized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gency to help him win re-election. 这一摆骚动可能是美国移民管制史上上大规模的单一州执法行动，部分被害人士会基于人道理由释放，也不需要出庭。移民法庭应讯，其他人是会被送往 ICE 的关押机构。记者综合报道。日本青干山阿萨玛亚马发生小规模的火山喷发，日本气象厅随甲火山警戒有关到3级，嘛限制火山口4公里内拢袂使入去。感情的面内底，当看到远的山头承受一点仔火光，了乌烟就请到天顶去。日本国马县甲中野县之间的阿萨玛亚马，伫当地7号暗时10点左右发生着小规模的喷发，当时乌烟窜悬到1800公尺，火山口方圆200公尺，嘛会当看到喷出来的火山脆石头。昨日7日22時30分に浅間山の噴火警戒レベルを3に引き上げました。3级警戒是禁止民众进入火山口方圆4公里以内，同时爱雪里会飞出来脆石头，还有火山灰。为了民众安全，当地警方封锁了上山的路，住伫警戒区内的居民嘛烦恼发生危险，自主前往避難所避難。10時10分に撮った写真なんですけど、夜道歩いて振り向いたらこういう黒い雲が上がってたので、かなり大きかったので噴火かなって思いました。虽然阿萨玛亚马嘛捌伫2019年6月发生过小规模的喷发，也毋过目前无传出第2摆喷发，嘛无人死亡也是受伤，只有附近的农园甲车辆面顶有淡薄仔火山灰。日本气象厅观测暂时无发生火山型的地动，也是山体膨起来，也是岩浆活动真激烈的状况，会维持3级的警戒观察状况。记者陈时东报道。越南的观光产业最近这几年真强，是全球旅游成长上紧的国家之一。也毋过嘛出现上过头观光的问题，影响当地的环境甲资源。航空交通利便，各边签证优惠，5星级度假集团甲购物中心一直开。越南的河内、顺化、岘港、胡志明市，这几年来变作热门的观光地点。其中，归南部旧地名叫西贡胡志明市，上侪人来。越南国家旅局资料显示，胡志明市去年的旅游人数有2800万人，其中国际观光客有750万人。整体来讲，越南国际观光客数量伫去年有1550万人，跟2010年的500万人比起来，成长3倍。甲是2018年的观光客人数，甲前一年比起来，就增加270万人。威尼斯、阿姆斯特丹、甲京都所拄到的过度观光问题，也就是热门的景点，或者是观光地点，因为游客人伤多，袂当永远经营hiện象，即马嘛等发生喺越南。Thì khi mà du lịch phát triển như vậy thì cũng mang lại nhiều lợi ích cho nền kinh tế địa phương, ví dụ là tạo công ăn việc làm. Ngoài ra thì cơ sở hạ tầng cũng phát triển hơn. Tuy nhiên bên cạnh đó cũng còn một số vấn đề hạn chế, ví dụ như là vấn đề về môi trường. Khi mà khách du lịch tới như vậy thì một số khách du lịch họ còn vứt rác bừa bãi, làm ảnh hưởng đến môi trường biển cũng như là môi trường thiên nhiên. Ngoài ra thì khách du lịch tới như vậy thì cái giá cái mức giá nói chung nó cũng sẽ tăng lên và làm ảnh hưởng đến cái mức sống của người dân địa phương. 以我郡胡志明市的海山堡度假胜地头顿市为例，较早是到拜六甲礼拜日，才人真多；拜到拜五人就真少。不过即马有真侪中国甲韩国观光客。头顿海湾，逐工拢甲上水饺共款，真热闹热。去市中心车路，四界拢有塑胶粪扫甲废弃物。
have a big issue with waste management. In a lot of places of Vietnam, there's no waste management system in place. Wastewater management is also a big concern. About 90% of all households in Vietnam are actually not connected to the waste management water system. So the growing numbers of tourism the problems with the growing numbers of tourism are increasing on a drastic scale. 看到问题严重，在乌这边市经营旅业的外商开始思考安怎建立一个对当地永远经营观光产业有利方式。不过要变做新的社会风气，建立新的制度，甲外商伫拍拼是无够的。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江西最近发现亚洲头一个暴龙类的化石脚架，这脚架有长58公分，宽47公分，咱赶紧做回来看。这个58公分长、47公分宽的卡因仔，是最近伫中国江西因为车路施工意外白色暴龙类卡因仔化石，因为是在亚洲头一摆发现，有特别的意义。 在整个中国暴龙类的恐龙足迹确凿的并没有发现过，那这次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中国之前发现的恐龙分点是侏罗纪甲白垩纪早期，白垩纪尾期的记录是真少，个别讲是伫食物链相关的暴龙类。目前暴龙类分点主要分布伫美国甲加拿大。专家为卡因仔大细推估，这只恐龙身躯上无7.5公尺长。 甲同款是当地出土，是暴龙类的中华犬洲龙，体型差不多。嘛，因为两个恐发现的地点较无3公里，伫同一个活动范围内，所以判断卡因仔主人就可能就是犬洲龙。这个暴龙类的卡因仔化石是中国到大发现上大的食肉的恐龙卡因仔之一。未来会伫福建的博物馆展示。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搁等下咱过来关心风台，风台你今嘛来啊！今日咱全台湾有8个县市停班停课，另外高铁、台铁、松山机场，也有桃园机场，嘛有一寡航班有异动的状况。提醒乡亲，国不中爱出门，一定爱特别注意。吹尾暗时，劳动夜市的人较无平常时一半，愈晚风雨愈强，店家看拢无人来，拢决定讲要提早休困。 强烈风台你起码结构完整，暴风圈搁伫个继续变大。宜兰台北是头一个受到影响，海军的 AAV7登陆车已经来到宜兰苏澳等待救灾。咱那花莲海边嘛开始出现大影，海巡队已经有封锁线警戒，买好民众上过瓦军。 强烈风台来啊！车到台铁机人到彰化对火列车停班，高铁台中100嘛全面停班。另外，桃园甲松山机场某部分航班取消。台东外海外风险渐渐变强，车8到车10，台东往返火烧岛甲红头水客轮停班，鱼子嘛无法度出来掠鱼。台东区渔会渔区暂时散市，渔港周边的店家嘛拢无人。 渔船没办法出去，那还有绿岛往返绿岛的那个船班都停开，那所以游客一定会比较少。气象局表示，车到是日起嘛影响上强时阵，新地100拢有可能会出现大水雨。北台湾山区累积雨量会来到500到900毫米。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宜兰县甲连江县拢宣布今日停班停课。 昨下透早，宜兰发生强烈地震，各地山区拢有可能土会松起，加上即马日时嘛有落大雨，搁较有可能造成山区崩山，也即石头落落来，民众都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强烈风台，你今嘛暴风圈伫今日透早已经吸到咱台湾的陆地，虽然过去3点钟内伊的威力有淡薄减弱，也毋过对咱台湾也是同款有影响，爱注意强风大雨。咱来听气象局的讲法。 未来强烈台风利奇马，它的强度应该会有逐渐减弱，而且暴风半径也有缩小这种趋势。主要今天的部分来讲，在桃竹苗的山区已经有累积大概160毫米的雨量。那今天正好是比较接近台湾通过这段时间，特别在白天这一段，我们预计在今天上午到下午这个时段呢，台湾北部的山区，好桃竹苗山区。 还是会有豪雨到大豪雨出现这种机会，啊，未来的雨量的变化可能要注意的就是，在今天
晚上之后，北台湾地区的雨势应该会逐渐的趋缓，但是可能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今天晚上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南部山区的雨量一直在增加，特别南台湾高屏地区山区的雨量呢，预计呢，这雨量应该会持续的累加，即使在明天台风远离之后，警报解除，这种西南风影响情况之下，南部地区的雨量呢，应该会持续好几天，这也是在这里特别提醒南部地区的民众要特别留意的地方。目前观测到比较大的风浪呢，在台湾基隆北海岸北部的沿海地区已经观测到10级的阵风，浪都有出现大概是5米浪左右。我们预计今天在白天这段时间，台风通过北部海面这段时间，我们预计在基隆北海岸以及马祖地区有机会出现6公尺以上的大浪，提醒也要注意。有关风台上新的消息，请乡亲爱准14台公司台记台，大家阮会随时为大家放送。继续关心昨昏是800风灾莫拉克风灾10周年纪念日，屏东县政府有举办纪念活动，总统蔡英文亲身去参加。另外，高雄市政府嘛家己有办纪念活动。市长韩国瑜嘛有参加。罗南市柴布拉克风灾过后，屏东中建的现况，伫日嘛风台要来进前，透早阁有地动。总统蔡英文除了第一时间伫面册发文，呼吁大家保持冷静，再度提醒严防风台和地动带来的核实灾情。第一个时间哈，我起床，当然我们的苏院长也赶赴这个灾防中心哦。那么事实上，我们所有的系统都有跟我随时汇报情况，所以电话大概3分钟以后就有电话打进来。蔡英文回想起10当前，伊等于故乡屏东担任志工的代志，也清楚表示，任内上重视3件代志：掌握即时清楚的风灾资讯，和强化风灾基础建设，以及风灾救灾也和国际相接。虽然再三强调无要讲政治，嘛是挡袂掉回应韩国瑜的批评。蔡英文连任是为着要让官员吃好请好。确实是这种不实的指控，已经做到总统候选人了，最好是不要这样做了哈。不过今天我们不再讨论这个选举的议题。莫拉克风灾改观10周年，蔡英文参加屏东的纪念活动，规方市长韩国瑜嘛参加市府的纪念活动，颁发感谢状，给风灾师和风灾的企业。努力保护并且让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更舒适、更完美，是我们执政的一个信念跟价值。让我们市民朋友安居乐业，是我们市政府永远不变的承诺。韩国瑜同款被担政治议题，暗时过去三南区参加大爱园区感恩晚会，但是原本有机会和郭台铭伫晚会见面，因为风台来抓拍乱，即马党内拢联络袂到郭台铭，幕后真侪那样支持者真着急，国民党面临整合困境。现在应该是让郭董或者是王院长沉淀一下，因为初选中间有一些裂痕，他们有很多的委屈。我觉得党内同志应该是用耐心、诚心、同理心来看这件事情。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所以他应该尽力努力，用最诚挚的心能够去进行联系，去进行一个推测，一个来往，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郭台铭取消公开的行程，父亲节是透过面册发文祝福全天下的爸爸身体健康，嘛对10当来英灵农场的新生感受真深，并且指出每一个人拢有下过悲痛、重新再起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铁创党刷落来，今日甲前鸿海党市长郭台铭，也佮有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合作，大家拢金看。外界有风声讲，其实因早就过面啊，也毋过拢无愿意有人来证实。台北市长郭文哲白色力量创党要来拼2020大选，今是要甲前鸿海党市长郭台铭，也佮有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来见面。传出讲郭文哲已经甲郭台铭来会面，也佮有媒体人伫人面册表消息，8月7日过歌会内容。啊，毋过郭文哲唔讲凊彩准过。有见面没见面，这个是人家的隐私啊，我也不需要去我去外面，除非人家说同意讲，不然你去外面大声嚷嚷干什么？那假设他们没有绝对否认的话，或许
或许我们也不能说没有。最近过关合作民调若像变价感觉，郭文德强调讲，反对看报纸伫国家要有信心去改变民调。郭文德一直去互哪力也当作是大选的对手。吴敦义前几日批评讲，伊偷用台湾民众党的党名，毋过郭文德无回应，甲伊压，而且民进党主席窦英泰要求伊入党，伊个甲伊吐倒转去。 好了，我都没有叫他，算了，不要讲他坏话了。你拿 Google 出来嘛？要 Google 说白事情嘛？请民进党即刻修改党章，我们再来讨论。这个民进党的这就对起来，都青菜公公的。台北市双珠车开发案车告是签约的底限，代表的厂商南海控股若是无来签约，会失去资格。毋过南海因为中资机路去互中央卡掉咧，郭文德嘛挡袂掉，搁一概批评蔡政府。后来他们就跟我讲说，后来美日的那些公司都嫌台湾的政治风险太高，所以这一句话他当前的政府要思考。我们现在政府已经变成外资投资台湾最大的风险。郭文德讲，若是厂商控告，唔知影案件要伫最高行政法院拖偌久，而且伫司法定数还未有结果进程，市政府袂当做有实质意义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想要影响咱明年选举的因素，就是中国。中国唔但限制中国的观光客来台湾旅游，两岸直航的部分，山东航空昨昏嘛通知讲，自2时开始要停飞山东，也有花莲的直飞航线。花莲的旅业者即马就烦恼讲，花莲的观光会受到影响。山东航空发出取消的声明，讲到这个月24到10月26，逐礼拜六济南到花莲的直飞航班会取消。花莲的旅行业者听到这个消息是拢惊一跳，而且透露有9个航班受到影响，为山东过来的旅客有1000多几，啊为花莲过去的有200人。基本上我们都很清楚，有政治因素在里面啦。 所以他也没有讲得很清楚，所有的这个机票呢是全额退。那如果说还想去的话，他也协助呢转到这个由桃园起飞的这个山东航空的班机。 济南到花莲的航线停飞3年，顶个月初6才复飞，这阵却正做第1名航线。山东航空表示，这阵只是暂时取消2个航线，并不是停飞，原因是乘客无济，每一班机有167个位，差不多只有100人来坐。后一个航位是不是继续飞，佫需要评估。直飞的航线去互取消，花莲县政府表示真遗憾，呼吁政治甲观光唔好落那么多一位。旅行业者也强调，要好好利用花莲机场包机直飞。 花莲机场呢，它的起降的时间段来讲都非常的空啊，所以对国外的包机到花莲来讲，它可以选择它想落地的时间。基本上跟这个桃机来讲，因为它现在三起的那一种航厦没有扩展下来的时候，几乎是找不到起降的时间。 业者讲，主要的问题就是飞轮机降落到地面的费用较悬，希望中央甲地方政府会当来参详安怎补助航空公司，互花莲机场好好被利用。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中国国家电影局嘛要禁止中国的电影来参加咱的金马奖。有影评就认为，实际上要阻碍的是两岸的文化思想交流，因为有不少伫金马奖拼出头的电影，拢有一寡独立思想的内容，这部分伫中国是无法度出头的。要去哪？ 电影《大象席地而坐》以7点钟时间，静静描写着百姓伫当代社会承受的疏离压迫。不过导演胡波伊拍片并无顺利，后来选择轻松来表达对电影的执着。去年金马奖评审团将最佳剧情长片颁予了这部中国电影，最佳导演是颁予了中国导演张艺谋。张艺谋赢。 去年金马奖最佳导演也颁予了中国导演文献，伊电影《嘉年华》描写着刘同遭到性侵，反映出中国的真实事件。自从90年代中后期，金马奖开放中国电影报名，无论是独立制片或者是有名导演，拢会透过金马奖这个平台，甲两岸三地影迷交流。如今中国当局禁止报名，影评人感慨，这也剥夺电影被关注的机会。 之前金马奖都很鼓励，也很欢迎中国或是香港很多很优秀的独立制作啊，或者是一些批判性色彩很强烈的作品来参赛。其实看似打伤我们金马奖这边，可是其实内伤更多的会是中国这边自己很多优秀的创作人的作品。 亲像金马奖的常胜军娄烨作品也长期伫中国被禁演，影评人分析，有的电影不一定是直接对中共批判，不过有对社会百态观察，这种题材大部分无法度得到当局批准放送。
我举个例子，去年拿到金马奖最佳影片的《大象席地而坐》，它其实在片中并没有所谓对政府有强烈的批判，但是可能中国会认为它是一部很负能量的电影啊。这种作品很多时候它不太会被主流市场接受，那在中国不太有机会上映，甚至有可能过不了审查。那其实，在金马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他们有一个舞台去展现。今年中艺无新片之表征，剧情有中国官场甲文化大革命，好亲像受到政治压迫，伫柏林影展临时撤展，如今也无延金马奖。有电影人认为，中国看起来打压台湾有指标性的影展，实际上也是文化思想控制一部分。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一项水果茶进前因为香港官送中期茶引起争议，即马阁有风声讲，中国的网友要招人去糟蹋去中国开店的咱一寡台湾饮料店。学者就分析讲，中国甲台湾双边拢咧以政治牌，原因看现现，拢是因为明年的总统大选。都上知影品茶啉茶国家台湾来的，即句日语介绍国家两个字，去互中国网友提出来批评。即间去中国投资的台湾饮料店是支持台独，都进前一方水果茶引起香港反送中的政治争议了后，有中国的网友就开始找即寡来中国投资的台湾饮料店的官方网站，讲有台独意识的饮料拢袂去买。这种集体的猎巫，互相在封杀一些相关的企业，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做法。台湾的饮料店伫中国发展，即马甲烦恼讲甲通道争议有关系，变做台商伫中国发展的另外一种成本。台湾进前修订国安5法，限制个人去中国参加活动。中国嘛歹互旅客来台湾自由行，对这一方也是金马奖等等的动作，双方拢伫撒政治牌，要试探对方。可以把它解释成是一种预防性的作为，因为台湾总统大选快到，所以他怕节外生枝，引发出一些很突发的政治事件，就比如说像去年在金马奖上，两岸的艺人因为政治议题而相互一些角力的作为，这些作为呢，中国大陆就是赤裸裸的介入台湾的选举，我们要在这里向来陆方表达我们严厉的这个谴责与遗憾。陆委会批评中国利用政治手段干扰两岸的正常交流，敢若会互两边的关系愈来愈歹。学者认为，两岸关系即马当在一个真歹的场面，中国是压明年的总统大选，而且阁要借香港反送中来示威造势，反制蔡政府，时间提早，日头卖加强。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在中元节的时。7月半，宜兰的头城甲屏东的恒春拢有唱歌，也毋过恒春镇公所就讲今年来参加唱歌报名队伍比去年也更加少，所以呼吁大家来参加，来斗闹热。今年新历8月15，就是旧历的7月15中元节，一年一度的恒春唱歌，目睭咧伫咧即天要来举办。这是屏东地区重要的中原民俗活动，逐年拢吸引各路的歌手前来挑战。恒春镇公所准鼓励已经伫东城门的门埕采丁歌、树歌坪。店长表示，唱歌的文化袂使断。我就为了讲台湾咱这种树歌坪唱歌的文化，我希望是讲卖互断，这个是文化嘛。这个志在参加，不在得名，志在推广我们的文化。恒春唱歌是一种特殊的普渡仪式，流传到今已经超过100年。树歌坪跳啊，拢抹牛油，参加队伍爱靠技术，也靠团队的合作，才有法度成功夺旗。这项活动表达怀念先人超度孤魂的意思。恒春镇长指出，今年报名队伍较少，甲较早闹热的情形无同。伊讲，若是报名队伍无够，伊就亲身报一队来唱歌。我绝对说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一定会凑足所有的，不然的话，我镇长自己来带一个队组，我自己来爬。这是咱的文化嘛。唱歌是互恒春人感觉骄傲的民俗仪式。除了唱歌，今年也有办骑马巡古城体验。公所嘛特别制作限量的树歌坪顺风旗，要邀请大家做伙来到恒春，看辛苦惊险的中原唱歌。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香港在行喇叭的总铺，伊号做李福敬，伊是特别穿猪肉、鸭肉、还有牛肉，含几只的去甲大甲妈说行愿。因为呢，伊伫少年的时袂晓想爱搬，落尾是甲大甲妈结缘，伊的人生才重新行正道，所以伊就穿伊的手路菜去拜拜。一群人走入大甲镇澜宫。
芳、烘猪、烘鸭，也有烧鹅。要来向大家嘛行关的是今年56岁的李福敬，伊是专门做港式烧腊的头家，伊带店内底员工来答谢大家嘛的温情。现场的信众是拢大开眼界，凭马祖的福气，食到总铺师的好手艺。我拿到那个脆皮猪肉跟那个烤鸭。感觉怎么样？脆脆的，油油的，香香的。今天就是马祖年年在我们店里助阵，会好几个月，所以生意好起来。我们说今天聚集所有员工来答谢他。原来李福敬在30多年前对香港回来台湾开烧腊餐厅，迄当时靠着熬煮食的手艺，餐厅一开就是几6间。不过当时就兴跋筊，袂晓想，母家弄鸡线体，后来甲大家嘛结缘，怎甲筊盖起来？即阵东山再起，重新搁卖烧腊。会爱赌了哈，尤其一些做厨师的，对啊，也输了不少了。店的便当店啊，餐厅啊，一家开一家，一家开一家，也是赌光了。到后来的话，就是服务处的人跟我讲，不要再赌了，说开这家所以生意好起来了。李福敬将社神的生理传甲有够澎湃，毋望马祖食过了后，会使感受到伊的心意，也保庇伊的店愈做愈好。记者综合报道。生活宝贝啊，要保护乡亲知，想要减肥，除了食爱控制，无别的方法啦，就是爱运动。要唔过什么款的运动效果上介好？台大有教授就研究出有6种运动会使对付变大块的基因，其中慢跑、豆豆走效果上介好。控制就是还有加运动，得当减肥，啊，毋过到底要安怎做才会当成功瘦落？就是一些重量训练，然后我会跑步啦，或者是游泳之类的。热量少一点，然后淀粉类少吃，饮料不要喝。伫台湾成年人过重还有大块的比率要甲45.4%，其中微团是占4成至7成。台大公卫学院利用台湾人体生物资料库内底18424个30岁到70岁成年人的资料，用全基因体来分析 BMI、体脂肪等等5个大块指标，而且进一步分析18种运动项目对大块基因的影响。结果发现，走表是对付大块基因上有效的运动。另外，就亲像爬山、散步、瑜伽、跳舞等等，即关嘛有袂歹的减肥效果。啊，毋过真侪民众增加伊的骑脚踏车、纯纯的体操、游水等等即关运动。若是想要用这来治大块的基因，效果就无亲像头前讲的迄几项遐尔好。慢跑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全身性的锻炼，就是你在慢跑的过程当中呢，你不止手必须要摇摆，你的脚步、足部要同时跑步前进。单车相对慢跑来讲，它是属于一个低冲击性的运动，那它主要用到的是你脚步的力量。游泳的话，国外研究有发现说，在冷水当中游泳，其实比较会刺激人的食欲。啊，毋过学者嘛讲，走表虽然治大块基因的效果较好，不过无适合所有族群，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人，袂当做伤激烈的运动。建议每一个人按照身体状况，甲医生讨论了后，来选择适合的运动。记者综合报道。身体健康上介好，这癌症是民众10大死因的头一名。针对癌症，安那对症治疗上介准？交通大学甲台北医学大学即马有合作，应用大数字来了解着癌的原因，会使用伫咧较接发生的15种癌症顶悬，对治疗癌症有正大的帮助。毛囊白已经被医界证实甲真侪癌症有关系。即摆的高台甲北医大的跨校研究，主要是利用大数据甲人工智慧，有测出近2000种的毛囊白相结合的卵白质，进一步分析癌症基因，大规模建立毛囊白甲癌症关系，创下全球首例。膜蛋白实在太难研究了，那透过这个方法的话，可能有机会很广泛的将人类将近3000个膜蛋白做大量的分析这样应该会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针对它彼此的一个交互作用的蛋白，那么同时标靶，好，我想在对癌症的治疗能够得到更有效、更明确的一个结果。此外，研究团队更加以毛囊白为核心，成功找到一种抗药物药物，会当作为抑制癌癌转移的新药物。经由细胞甲动物实验证实，将会当有效抑制3阴性癌转移。这项研究成果已经在7月发表伫国际顶尖期刊《自然通信》。对未来新药开发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途径、更多的目标，可以去设计精准医疗上面所谓的标靶用药，甚至是所谓的伴随式检测的用药。
因为用来抑制年岩标靶药物费用非常贵，未来若会当透过研究，更加精准的选择标靶治疗用药，直接替时岩细胞，有希望会当为患者带来更较多的希望。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风台你见嘛，即马暴风圈已经伫透早吸着咱台湾的陆地，毋过伊的威力有减弱，路线嘛有偏北，对咱台湾的威胁有变较细，毋过同款北部爱注意强风大雨。另外，风台若是走了后，中南部会受到风台尾，爱注意西南气流引进的大水雨。继续来关心今仔日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7度。外岛是28度到3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咱借问嘞吼，你是啥物时阵要开始落去谈？开会一乖，目睭一客，所有的查甫人，不是拢共款。等下一学期我一毕业，我们就可以马上出国了。我欠他高的钱，哪是半年内可以还清？今仔日我要甲伊还包起来。你得好好讲事吼，还还伊，给你2杯啊，以后水水细心哦，较自然啦。阿妈小我较亲切啦，走啦！啥物伊生的囝，你生的是你的孙，啊那阿下是要孙啥？阿姊啊，以后我若是有啥物唔捌的所在，唔茫你爱搁多多甲我谈价。阿下那这样接受这事实，伊大无水大错位，一家团圆，唔知要偌好。其实我唔是我的大兄，是我的女朋友。有林小姐，因爸爸要安排一份固定的头路给你，有啥物无爱？你看到伊为着你来无出团，啊你敢？